看伫台东一个外海社区，初一暗有民众因兜出现野生的假生影，厝主感觉这是真好的吉兆，所以就该合作时来访。也那专家讲，会出现伫咧徛街附近，这假生影主要是想要找食的。徛街边仔的水沟啊，听到有声音，厝主摕手电照看卖咧，原来是几只排着非洲产地壳的假骨蟹，伫正个初一暗到厝内。厝主感觉因正古水，甲因当作听不伫咧饲，认为因伫咧过年期间来厝内是好吉兆。来福，觉得它好可爱，它是我的宠物啊。为了它，我的水沟都没有清，都放了一些饲料给它吃，还要放很多的水。厝主讲，其实以前就捌看过这种假骨蟹，而且1个月头前9月饲了，无想到今年正月初一，因又搁来厝内过年。要招待因食一顿好料的，生态专家讲，这是一种伫南部甲东南部海边啊温暖的海华林附近常常看到的低温绿假骨蟹，若较大只有可能超过10公分。暗时会伫咧海华林下骹找微生物食，骹正大只，行伫咧电路顶头时阵，常常叽叽咕咕正大声，会出现伫咧徛街附近，可能是较温暖、较有通食。在台湾的寄居蟹里面它是仅次于这个椰子蟹因为外面食物比较不足够，所以说它到人的家里面去找寻食物。不过专家担心人为的开发，互因的栖地愈来愈细，而且因身躯顶排伫咧保护因的身体的非洲产地壳愈来愈少。虽然这摆也无立刻的生态危机，不过也是需要大家关心注意。记者综合报道。